親愛主，我哋感謝你，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嘅時候，我哋只有獻上感謝，因為你嘅眼目注視我哋，你嘅聖手親自引領我哋，你嘅靈親自啟迪我哋，叫我哋每日嘅行事為人都能夠按着你嘅恩賜成為完全，活在人前。主，我哋而家嚟到你嘅面前查考你嘅話，求你打開我哋內心，能夠將你嘅話藏在心裏，照亮我哋前面當行嘅路，能夠活出見證在人前，叫更多嘅人因着我哋嘅好行為認識你，歸向你。主，我哋願意將呢個時間恭敬交上，求主自己嘅靈親自嘅教導。我哋嘅禱告乃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門。好，我哋而家嚟睇希伯來書第8章，我哋從第2個標題再開始嚟研讀。第6節佢話：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咁呢度現在我哋可以睇到，我哋上次講過乜嘢係中保啊？中保有2種嘅意思，一種就係話係雙方之間嘅中間人，可以代表人，可以代表神嚟使呢一個約能夠實行，應許能夠實現。但係我哋上次講過在耶穌基督呢個新約呢，係神單方面應許人，藉着耶穌基督為我哋死，為我哋流血犧牲，成就咗嗰個救贖計劃，嚟保證神喺新約俾我哋嘅一切嘅福氣，唔需要我哋人要作什麼乃係點啊？我哋係白白被稱義嘅，所以睇起嚟唔係雙方面嘅問題，所以呢個中保係一個確證人，即係確證神嘅應許必定能夠實現在信嘅人嘅身上。咁我哋睇第7節，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有前約就有後約，有舊約先至有新約。我哋可以睇得到。咁乜嘢係前約呢？前約就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嘅時候，神與佢嘅百姓所立嘅約，賜俾佢哋誡命律例，要佢哋去遵行，呢個就係前約。咁人與人之間嘅立約，若果呢個約係冇瑕疵嘅，係冇毛病嘅，咁呢個約就永遠存留，唔需要更改。好似你哋而家立咩嗰啲乜嘢咩 Living Church 時候，我唔知係乜嘢信託信託係嘛？呢個約係咪永約啊？唔係啊！你想到你去改就改，你嬲我話我唔改，我除咗你個名係嘛？隨時可以更改。點解？你覺得佢有瑕疵就可以改嘅。
但係新約呢就冇瑕疵，所以佢比呢個舊約更美。咁我哋睇舊約有咩瑕疵呢？我上次已經講過啦，律法係神公佈嘅，神自己嘅話語命定嘅，佢係聖潔嘅，佢係有效嘅。咁瑕疵出在邊度呢？瑕疵出在就係律法只係做咗一件事，叫人咩？知罪，叫人知道罪要受咩？刑罰，要受責罰。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律法卻冇能夠使人嘅良心得清潔，只有外表得潔淨所以唔能夠將人真正帶到神嘅面前只有外表被清潔而已。所以律法就有瑕疵，呢個瑕疵唔係約嘅本身，係人嘅軟弱，因為人唔能夠遵守神嘅律法，因為聖經話在呢個律法中只有犯咗一條，就係犯咗咩啊？全部嘅律法。但係人卻係軟弱，滿有罪性，唔只有原罪，仲有本罪。佢哋冇能力去勝過罪惡，所以佢哋始終只有覺得外表潔淨，良心不可潔淨，罪不可以除去。所以呢個舊約有瑕疵。所以現在佢話，而家神就要同佢哋另立一個新約。所以第8節話，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小心睇呢啲名詞呢度寫住以色列家、猶大家，我哋跳到去第10節。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係咪唔同啊？嗰度多咗個猶大家，下邊唔同，我哋小心嚟理解主指責他啲百姓說，大家睇見好清楚，點解要指責百姓啊？因為佢哋軟弱犯罪冇徹底嘅悔改歸回，所以神要指責佢哋。佢哋犯嘅係咩罪受神指責啊？睇第9節，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佢哋就係唔恆心守神嘅約。而家我哋睇何謂日子將到？呢段嘅經文其實係引用耶利米書陣間後邊第10節全段嘅經文都係從耶利米書31章嗰度引用出嚟嘅。咁日子將到係耶利米先知所講嘅話。咁耶利米先知所講嘅時候，新約出現未？未。咁即係日子將到，係表示呢個約係咩啊？係以色列人同猶大家仲喺咩律法之下？係嘛？喺舊約嘅律法之下。咁因此呢個日子將到，幾時先至呢個新約被應驗啊？
耶穌降生，道成肉身先至應驗嘅。所以呢個係預言，係耶利米先知對以色列家、猶大家嘅預言。點解分出以色列家同猶大家？因為耶利米先知嘅時候，以色列國已經係咩？分裂咗北國與南國。北國係咩？以色列家，南國係猶大家，對唔對？但係耶利米做先知嘅時候，以色列家已經係點啊？亡咗國㗎啦！俾邊個亡啊？俾亞述亡咗嚇，將佢哋嘅百姓已經俘虜咗去外邦人嘅地方。到耶利米先知嘅時候，猶大家亦都係已經在咩啊？被人哋圍攻嘅情況下，耶利米叫佢哋咩啊？出去投降㗎。其實佢哋若果聽耶利米先知嘅勸告嘅話咧，去投降，可能聖殿都唔會俾人點啊拆毀都未定。呢個唔知啊，呢個根本唔係事實，係嘛？但係佢哋唔情願唔聽耶利米嘅説話，佢哋向咩啊？向外國去求救，向埃及去求拯救救兵嚟去抵擋敵人。佢唔依靠耶和華，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啊。所以以色列家、猶大家另立新約。雖然以色列家已經敗亡，但係在神嘅恩典中，將以色列家、猶大家都在咩啊？都在佢嘅選民之內，所以要為佢哋另立一個新約。佢話第9節，佢話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呢個祖宗係咩？唔係指亞伯拉罕，亦唔係指以撒、雅各，唔係。點解啊？呢個祖宗係咩？就係喺埃及地被領出嚟嗰班人，你明嘛？咁而家希伯來書嘅作者對猶太人講啊嘛，對呢個希伯來信徒講啊嘛。咁不像我拉着佢哋祖宗嘅手，令佢哋出埃及。嗰個佢哋係咩？就係喺埃及地為奴嘅以色列人。我係拉住佢哋嘅手，令佢哋進到迦南地嘅。我哋從拉着他的手，我哋可以睇到神係點樣寶貝佢哋。當佢哋喺埃及為奴幾百年嘅日子裏面，係點啊？受盡埃及人嘅苦待嚇，叫佢哋做磚起城堡嚇，仲要唔俾材料佢哋係嘛？你哋去讀。當佢哋呼求神嘅時候，神就差遣摩西、亞倫進到埃及，領佢哋出埃及。唔止領佢哋出埃及，在佢哋漂流40年嘅日子裏邊，神嘅手有冇離開過佢哋？冇，一樣與佢哋同在。賜俾佢哋嗎哪，賜俾佢哋鵪鶉，有雲柱有火柱引領佢哋前行，幫佢哋戰勝佢哋攻擊佢哋嘅敵人，以致佢哋能夠安然進到迦南地。所以我哋可以睇到神對以色列家、猶大家
係極之嘅痛愛保守佢哋。馮生啊，想問你，他們咁可唔可以話你們咧？即係他們嘅祖宗，佢即係以色列嗰啲人嘅祖宗。咁佢而家呢個書都係寫俾嗰啲人，咁應該話你們祖宗的手。佢靠緊，因為呢個係講緊耶利米講嘅事，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啊，點可以我哋睇到神係恩待佢嘅百姓，但係百姓卻係點啊？硬心唔遵行神嘅約，以致神點講啊？下面因為他們不恒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神係咁講嘅。佢哋係咪唔守我約啊？上面寫住不恒心，即係話有時守，有時唔守，守一啲唔守一啲，啱嘅咪守咯，唔啱嘅咪唔守咯，對唔對啊？對自己冇咩方便嘅時候，我咪唔守咯，係嘛？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人心嘅軟弱但係佢哋係點樣樣？神同佢哋立約嘅時候，佢哋係點回答神㗎？我哋睇下出埃及記19章。19章第7節，摩西去召了民間的長老來，將耶和華所吩咐他的話都在他們面前陳明，百姓都同聲，記住啊，同聲回答說，點講㗎？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係嘛？佢喺神面前，第19章，幾多節咯？19章第7節，7節，出埃及92頁，睇到啊？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唔係一個人，係咩啊？全體一齊話，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但係係咪啊？唔係。喺邊度睇到唔係啊？大家可以睇到，佢哋從西乃山離開西乃山立咗約，要入迦南嘅時候點啊？去到近迦南嘅邊界，行咗10幾日嘅路就到咗嗰處啦嘛。派咗幾多探子去啊？10個，10個探子有2把聲音。一個係8個人嘅聲音，一個係2個人嘅聲音。8個人嘅聲音係咩啊？係世界嘅聲音，係人肉體軟弱嘅聲音。佢點講㗎？哇！嗰度啲人咁強大，我哋入去送死啊！唔好去啊！嗱，呢個係人嘅聲音。仲有2個，迦勒同約書亞點講㗎？唔怕佢哋幾大都唔使怕，因為神與我哋同在，必定將嗰個地賜俾我哋嘅。呢度又一把聲音，但係百姓點啊？信人信世界嘅聲音，唔聽神嘅聲音，結果點啊？冤枉走咗40年，10幾日嘅路程，佢要走40年先至到達。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佢哋有時係遵守，有時唔遵守。
所以神就唔理佢哋，使佢哋硬心到底。並唔係神唔啟示佢哋，唔扶持佢哋，因為佢哋在40年嘅曠野漂流之中，佢哋仍然睇到點啊？睇到好多神蹟奇事噶嘛，但係佢哋仍然係唔信服，悖逆神。所以第10節嗱，而家我哋嚟翻去耶利米書31章對照翻嚟睇。耶利米書31章31節，好易記嘅，31。925頁，與民立新約，睇到啊？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冇錯，中間呢一句，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咩意思啊？我作佢丈夫，咁佢哋就應該係作我嘅咩妻子？點解佢背叛我嘅約啊？既然係婚姻係有誓盟嘅，係永遠廝守嘅，但係佢哋卻去咩啊？拜金牛啊，係嘛？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唔貞潔啊，對神不忠心啊，所以神就話：那些日子以後佢背我嘅約，嗰啲日子以後，我要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咁乜嘢係點解喺呢度變咗以色列家呢？呢個係預言。當呢個猶大國都被巴比倫滅亡之後，經過幾多年啊？70年啊嘛，仲記唔記得？耶利米書係應許神點啊？將佢哋被擄70年後要歸回耶路撒冷啊嘛。咁當佢哋歸回之後，到咩時候先至新約出現啊？我講過耶穌降世先新約出現啊嘛。嗰個時候仲有冇猶大國以色列國啊？冇啊，只係合翻埋啦，成為一個國家。到而家都叫做咩啊？而家都係叫以色列國啊，冇話以色列猶大國啊，係嘛？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呢個係後事，係耶利米嘅預言。到新約出現嘅時候，百姓已經唔分家，再叫翻咩以色列國啦。所以再冇以色列同猶大家之分，因為新約出現嘅時候，猶太民族已經所有嘅支派都在以色列國之內。但係若果從新約保羅嘅因信稱義作為外邦人嘅使徒嘅心意嚟講咧，呢個以色列包埋咩？包埋外邦人在內。因為嗰陣時再不分你是以色列人抑或係希利人，在基督裏已經合咩？合而為一。所以以色列嘅後裔
係邊啲啊？冇錯，亞伯拉罕嘅後裔係以色列人嘅後裔，但係因着有亞伯拉罕咁樣嘅信心而歸信基督嘅人，保羅講嗰啲人係叫做咩人啊？嗰啲先至叫做真猶太人、真以色列人，唔係肉體受割禮，乃係咩啊？內心受割禮嘅。所以喺冇錯，耶利米寫呢個耶利米書嘅時候，睇唔到以色列呢一個名字可以廣闊到包圍咩？外邦人，所有信基督徒嘅人，因為嗰一班信基督而成為基督徒嘅人，成為邊個嘅後裔啊？成為亞伯拉罕嘅後裔，唔係血脈上嘅後裔，乃係信心之父嘅後裔。所以我哋喺呢度睇，冇錯，呢個以色列嘅後裔啊，以色列家，我哋可以睇到係再唔分家，而係包括所有嘅以色列人在內。咁呢個約有咩特點啊？佢話我要將我啲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嗱，呢個係新約第一個特點。舊約嘅律法誡命寫在咩？石板上，而家寫在人嘅心上。點寫啊？點寫喎？嗱，我哋要睇清楚，嗰啲係律法條文係外表嘅，而家新約嘅律例條文係寫在心上嘅。點可以寫在心上啊？就係永遠銘記嘅。唔可以忘記嘅。詩篇第一篇點講嘅？唯有晝夜思想耶和華嘅律法，就必定得福。咁因此啊，新約係要我哋將神嘅命令、神嘅律例、神嘅吩咐點啊，晝夜去思想，放在我哋嘅心裏。你哋記得幾多聖經啊？我哋要睇啊，做咗基督徒有一個特點，就係咩啊？有咩內住啊？有聖靈內住。聖靈內住做咩啊？在啟示、教導、引領嘅工作。喺呢個啟示、引領、教導嘅，將乜嘢啟示俾我哋啊？將神嘅話啟示我哋。因此就係將聖經嘅話語點啊？藏在你心裏嘛，免得我得罪你啊嘛。因此神嘅話藏在我哋心裏，先至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啊嘛。既然我哋能夠將神嘅話語藏在心裏，點可以能夠做得到呢？就要晝夜思想，時刻思想。所以我哋睇到啊，領受新約嘅人一定係要將神嘅話語銘記心頭，所以先至寫在心上。舊約嘅人係點㗎？呢度帶個聖經盒，嗰度點啊？門口又貼住乜乜點啊？佢哋慌死自己唔記得㗎，係嘛？若果佢真係有心記嘅，就唔會唔記得嘅。就係冇心記先至呢度係貼一條，嗰度貼一條，喺個雪櫃又俾佢貼一條嚇。屋企門口寫住個咩啊？大門嗰度寫住基督是我家之主，係嘛？
其實唔需要呢啲咁樣嘅提。你若果真正隨着聖靈嘅引導，將神嘅話藏在心裏，時刻思想，我哋就有福。仲有我哋嗱，其實信咗主之後，我哋有幾方面。第一就係要多讀神嘅話。我哋睇除咗我哋讀神嘅話之後，第二我哋要信靠神嘅話。神嘅話係咁講，我哋要信靠神嘅話，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咁你日日憂嚟做乜嘢喎？咩啊？你唔信靠神嘅話啫。冇錯，我哋今日落在苦難中，落在困境中，生病事業失敗、失業好多咁嘅難處。但係你相信神嘅話點啊？你啲日子如何？咩？你啲力量必如何咩？你相信神係咩啊？有美善嘅安排啊嘛！你將神嘅話藏在心裏，你要信靠佢先得㗎。在我哋信靠神嘅話嘅時候，我哋仲要聆聽神嘅話。我哋讀神嘅話，日日讀冇用嘅喎，信靠佢就要聽佢嘅話，因為佢時刻會對你說話。你落在困苦之中，佢嚟安慰你嘅；你在疾病之中，佢會嚟醫治你嘅；你在缺乏之中，佢會嚟供應你嘅。用咩啊？用神嘅話嚟提醒你啊嘛。咁你點知道神嘅話？咁你要聆聽。當你讀經嘅時候，唔係一味讀啊！好似我哋而家最個個都識念嘅主禱文，點樣講㗎？我們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你讀完點啫？你有冇為過神嘅國降臨在地上盡你嘅本分啊？你冇聆聽神嘅話，神嘅話叫，所以你們要去使咩啊？萬民作你的門徒，你係熟㗎，你有冇做啊？你連屋企人你都未敢去傳福音，對唔對？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唔只要讀神嘅話，晝夜去思想，要信靠佢嘅話，仲要去細心聆聽佢嘅話。當我哋聆聽佢嘅話之後，信佢話之後，我就要做咩？實際去活出神嘅話。基督徒邊一個係苦瓜乾咁嘅面口啊？若果你時時都係一個苦瓜乾嘅面口，只曉訴苦，卻冇半點嘅喜樂，點算你自己係活出神嘅話？點樣可以活出神嘅話？就係你行事為人要與咩？蒙召嘅恩相稱啊！我哋點樣可以活出神嘅話？神嘅話提醒我哋係點啊？彼此相愛，要愛神、愛人、愛仇敵。好多嘢我哋喺呢個寫在心上呢句説話裏邊，俾我哋體驗到神嘅律法再唔係書本上嘅死嘅條文，乃係活在我哋心裏而能夠行出嚟嘅。所以呢個耶利米提醒我哋律新約嘅第一個特點就係
將神嘅律例典章寫在我哋嘅心上。第二個特點喺邊度呢？就係下邊嗰句啦。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舊約嘅律例冇錯，使人知罪，定我哋嘅罪，知道我哋要受刑罰。所以律法有冇將人真正帶到神嘅面前啊？冇啊！點解啊？佢哋只係畏懼乜呀？畏懼犯罪後嘅惡果，神嘅懲罰，對唔對？所以人與神之間係點啊？關係係點啊？冇錯，佢係神，我哋係民，但係之間嘅距離係好遠。點解啊？因為內心冇潔淨，冇將神嘅律例典章常記心裏，只係外表嘅敬拜形式，去到神嘅面前，為咗赦罪而去獻祭，獻祭完之後又犯罪，又去獻祭，日日都去重複。所以我哋可以睇到新約嘅第二個特點，就係要使人與神之間嘅有親密嘅關係。親密關係喺邊度啊？以前我哋唔能夠進到施恩座前嘅，要藉着邊個嘅手去獻祭啊？大祭司每年一次進入至聖所為我哋獻祭，求神饒恕，對唔對？我哋有冇去到神嘅面前求啊？我哋交咗隻牛咪得咯，係嘛？既然信